一点点，不能全部搞通，你搞通当然更好了。第3门课第3门课是训诂学，第4门课古代汉语，你古代汉语基本了解一点点，是吧？你老不了解，你怎么讲呢？这个地方，等一下我讲到大学的，这个第一个字是动词还是名词啊？你连动词名词都不懂，怎么能教好语文呢？是吧？所以这个古代汉语，第5门课，第5门学科叫做古代史，古代的历史。因为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大学《论语》里面全部是一些历史，你一些历史基本典故都不知道，你就讲不通，你教不好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基础知识5门课，文字学、韵律学、训诂学、古代汉语、古代史，要真正教好这些经典著作。有些朋友一听了就傻眼了，刘院长，我不是还要学10年我都学不到。我这里讲的，你去讲经典，你是去教学生读经典是2码事，是吧？你读经典呢，你稍微了解一点点就教得好了。这里我是讲要你去讲经典，如果去怎么讲好大学，怎么讲好论语，怎么教好易经，怎么教好春秋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所以我提的要求就高一点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学习回去教学生读好经典，2个要求的我们第1个要求是教学生读好经典，第2个要求呢，我们能够这个班里面我们有80-90个学员里面能够回去讲经典，有5个人、10个人、3个人讲都不错了。我们现在都讲不好，是吧？全国讲45经的不到30个人呢，是吧？讲经典，这是第2个高层次的要求。我们台湾，我了解几位我们老师已经能够讲经典，并且讲得很好，讲得很好，所以2个层次。第一，我们要教学生读经典，也教学生教经典，所以我是从教经典这个角度来要求的。第2点叫认真熟读经典典籍，那你要很熟读。熟读呢，我就讲至少把这些要读。蒙学的那这个太简单了，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、千字文，是吧？例文对韵，这些是太简单了。这个呢是大家要滚瓜烂熟。经典典籍，典籍叫经书，经书大学4书5经，4书13经，4书21经。我的想法呢，你至少把4书5经要读好，读得滚瓜烂熟。如果大家有要求，要把4书13经要读一读。古代我们中国的人都读了13经的，最高要求是21经，读了21经，那就教得更好了，是吧？我们也不要讲男老师了，要读500部，是吧？4书13经，13经你起码了解一下，是吧？再把一些古典一些主要的作品读一读，是吧？这是我们讲认真读书经典典籍。第3点要求认真掌握经典教学方法，经典教育方法有方法的，我们每个老师都会讲一点，我这里就不多讲了。这是第1点要求。第2点，用心教经典。教经典关键是用心教，教学生用心的教学生读经典，它很简单，但是关键是老师我认为要做到6点。第1点，教学生诵读，你把学生诵读好。第一要读准确，音要读准，你音读不准叫做误人子弟了。所以我当老师第1个要求是教对。第2
是教好，首先教对。所以你把每一句每一个字要读准确，这是第一要求。第二是教好，所以教学生诵读好。第二要教学生熟读，熟读是什么？就反复的读，反复的读。等一下我要讲，要读多少遍？起码100篇以上，起码100篇，100篇到200篇、300篇，没有哪个学生不背的，终身能背。读书就是一个读，反复读，读多了就背，他自然背了，你不要强调他背都背得了。所以你讲个背呢，学生就紧张，是吧？我们直接要求读，他背了他就觉得有压力。我们讲不要你背，只要你读，你看来读的，我们等一下我会讲到具体读的要求，是吧？那记忆力好的3遍就背住了，记忆力最差的49遍，是吧？你看我读了100遍、200遍、300遍，你看他哪个不能背啊？所以读书就这么简单。我们过去呢就搞得那么神秘，是吧？第三，教学生背诵，背诵呢就是我讲，你书读了绝对背诵，这是我们老师掌握。第四，教学生执礼，一定要从基本礼节开始。我认为我们经典教育第一个礼，首先就是鞠躬礼，是吧？我们台湾做得很好。我们中国的礼，我讲了，中国的礼呢，是世界上各民族里面最科学、最高雅、最安全的礼节。你看哪个民族有啊？我们中国学了人家一个礼节，握手，是吧？实际握手啊，学西方的，不是中国文化。握手好不好？你看，我们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不要握手的了。你看西方欧洲去拥抱，我们老祖宗遇到将来肯定有流感，有猪流感、禽流感，有 SARS。你看我刚从洗手间出来，突然碰到一个朋友，他一定要握手，我手还没干，你看难背吗？难背是吧？我和一个女士握手，伸出手，女士不和我握，很难背，又收回来。你看我们老祖宗都考虑了，握手啊，确认疾病，是吧？拥抱了确认疾病了。我们老祖高雅，不接触身体，是吧？但是又高雅。你看第一。